喺廣東做竹筒飯，好多人都叫我師傅㗎，都幾犀利㗎。我哋曾經上過央視，肯定比清蒸好食啊！如果唔係嘅，我點解會嘥咁多時間做竹筒菜呢？我係學員客家人，啲人都叫我德哥。我哋係16年已經開始做竹筒飯中菜嘅。我哋喺南關山咧就有幾座山頭係攞嚟種竹嘅。招牌嘅話係走地雞，呢個係沙薑豬仔焗鵪鶉。做竹筒菜同埋竹筒飯係好麻煩，但係好好食。啲竹要揾地方種，又要洗竹，又要睇火，竹嘅清香會融入到食物嘅當中。竹筒飯係最難做，啲米咧係龍門永漢嘅油煎米，睇唔到火嘅好容易燒穿，爆發率好高嘅，體驗更加之好咧。就係食竹筒飯中菜嘅同時咧，最好係可以點翻個雞煲。雞咧喺南灣山有咗山頭咧自己養嘅雞，一定要走地雞。我哋要雲吞成個飛碟咁大隻，差嘅實在係做唔到。咁你如果食長真鮮，你燒嗰啲嘢咧係會比較糟糕。我哋一晚500條竹筒都試過，竹嘅密封性好咧，所以啲竹咧只可以一次性，工藝比較繁瑣，相對等嘅時間係會長。最高紀錄嘅話要等3個鐘頭。咁邊食邊鬧，但係都食完之後都幾開心。寮步本地嘅叔叔阿姨都讚不絕口。